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晒俗语教室，我是你晒。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俗语是这句“骗鬼袂食水”。骗鬼袂食水这句俗语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咧讲唔相信对方所讲的话。伊的由来有两种解说。头一种是讲，因阵的人相信水内底拢有水鬼，所以因阵若是有人伫水边发生意外，大家拢会讲去互掠交替。水鬼因为伫生活伫水内底，哪有可能无食过水咧？所以你甲我骗讲鬼无食过水这种好笑话，我哪有可能会相信？这就是头一种骗鬼袂食水的由来。第二种就较简单啊。第二种就是讲，大家拢无看过鬼，哪有可能会知影鬼敢会食水？你敢有看过？所以讲这种话一定是咧骗人的。这就是第二种骗鬼袂食水的由来。你啥？你哪会搁伫遮？安怎呢？你敢毋知影今仔日爱上班？你骗鬼袂食水，今日拜六呢，哪会爱上班？真的啦，昨半暝政府临时宣布今仔日爱补班，敢有影？骗你的啦！今仔日是牛年节呢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骗鬼袂食水是啥物意思，要安怎用啊？吼，若是有人伫牛年节想要甲恁骗，就会当用这句俗语甲拄转去哦。毋过嘛是爱提醒大家，伫牛年节讲生笑爱较有站节的，毋通收超过哦，无大家拍歹感情就毋好啊。我是Lisa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我就把起赞甲分享出去，要袂订阅观众朋友嘛，袂记得一订阅呢，拍拍小铃铛，按看到收上片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我知Lisa会员制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